旁边那个安全门，安全门，安全门。上面的安全门。把钥匙拔掉。司机那个钥匙先交出去，先熄火，先熄火，先熄火。这里卖杀，交警有人在杀。司机还有吗？有。不要推门，谁在推门？跑来干嘛？下面有没有人？过去。没有。安全门有。来，载一个男生上来借护好。等一下，这个圆边。你们跑掉了对不对？好来，等一下，走。那你呢？有没有跑掉的？先讲，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看年3年了，哦，这么久。阿 K B 刚刚躲在哪里？叫唱起，忍者，针对，你看，来，这边藏一个啦，你看，来，哦，你很会闯啊，那这个画面，好，这个画面很底好。下再确认一下，这个最不乖，来坐下。本队日前接获线报，有数十名的失联移工纠团要到台东垦丁地区进行团体旅游。获报之后，随即展开监控，最后决定要在行程结束北返之际进行拦查。经会同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大队3化分队人员在国山关庙路段进行拦查，将其引导进入关庙休息区。进入之后，移民署人员随即一拥而上，进入游览车进行盘查。总共查获了42名的非法外来人口，其中有趣的是，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失联移工，为了规避查缉，竟然躲到游览车座位底下的狭小空间，再用沿途所买的特产将身体遮蔽，意图规避查缉，但是还是被眼尖的移民署人员发现而将其弃获。在此呼吁，移民署将持续会同相关单位加强查查，以遏止非法外来人口在台滞留、从事不法行为的歪风，展现严正执法的决心。